人生只有一次啦，学不完呐。哦，你对好西北歌场一直获取新知，你会有兴趣吼？对，不止获取新知啊，而是那个我常常跟你讲，五感打开之后，你就很想去感觉，再去感觉一些什么东西。就像如果我学过彩妆或是头发之后，我现在看你啊，我就会，也很想要调哪里。调啊，有一根跑出来，很想瞧一下。哦。对，但如果你没有学过这个，你看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只是略过而已。哦，刚刚的昆师姐会比较挑剔，还是比较包容？比较包容。哦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在世界几多东西没看过，所以当你都没有看过，或是譬如说有很多行业你不了解的时候，你反而会比较谦虚。像以前如果在台北，请工人做一个事情，或请师傅做一个工程。你可能就觉得我钱丢进去就好啦，然后时间就去验收它，那这样子我就一个东西完成。顶大都全部去搞做的时间，你会想原来要做一个木工做漂亮，几多功夫呢？要很多功夫，要很多耐心。当你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你就会谦虚，你会觉得这些人是帮你做工的。对。哇，刚刚你看很多东西爱好，你会去听目标哈？然后来某个时间做某个事情，你是这一种人吗？应该有定个大目标。应该大目标是吗？大目标，譬如说我做学时尚啊，如果有一个大目标呢，我要把那个时尚的各种东西，什么男子美发、女子美发都学会嘛。如果我是做一个房子，就会想，我是不是要把那个室内设计一级把它考起来？就是有很多就是你生活上用得到的东西，那你想做，你去想把它做专业。哇，你的省饭没有无聊的时候？很忙很忙哦。嘿呀，唐艺伦就不够用啊，时间就不够用。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啦，就是我到我这个岁数，我还可以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很多东西要做。对，为什么？你觉得那个关键那年嘛，如果到你这个岁数，还刚够按多事情会不搞？关键就是你了解越多啊，越觉得人生不够用。对，就是也不是说觉得人生短暂啊，而是说你要好好利用你的时间，尽量去做你喜欢做的东西。